大家好，我是朱。我们一起来看2025年4月第3周的金融市场观察。4月第3周在月初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后，呈现边走边看的局势。首先，美元已经走稳，没有继续往下探底，而台股跌了 2.2%， 美债则涨了 2.2%， 油价因美欧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而上涨了 5.3%。 金价的部分在担心美中贸易紧张而上涨了 4.0%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美国10年期利率的走势，由星期一的 4.38% 下探到 4.29%， 收在 4.34%。至于上周重大新闻摘要，好消息是美国将3C 电子产品排除在对等关税之外，美欧渴望达成贸易协议。另外还有欧洲央行降息码。坏消息则是央行和白宫呈现大吹购的状态。重点是央行主席认为降息依旧是暂缓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国2年期利率的走势。基本上根据3月利率决策会议，美元尚在走降息循环，走势会呈偏弱格局。至于上周的重要经济数据，美国3月零售销售7350亿，月增 1.4%， 年增 4.6%， 是个描述经济成长的好消息。但新闻报道是解读成关税在涨价前的抢购潮。另外，包括纽约和宾州的制造业民调数字都在描述厂商不看好未来景气，有经济衰退的疑虑。美国3月零售销售月增 1.4%， 创2年来最大增幅。这波成长可能只是短期现象，关税造成的提前消费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造成销售下滑。同时，由于数据未调整物价因素，部分销售涨幅可能来自于价格的上升，而非实际销量的成长。这张图是纽约制造业的信心调查，发现最新民调数字显示，纽约区的厂商不管对现况还是未来，都呈现信心低落的状况。接着这张图是宾州制造业的信心调查，也就是美国的铁锈区，发现最新民调数字也显示，宾州厂商对现况也是呈现信心不足的状况。所以有信心吗？没有。感谢各位收听，本周我的市场观察分享就到此，欢迎下周再定时收看。